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眼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眼是：一人看出一家，新妇看出大家。每一个人表现出来的，至少拢有代表着伊的家庭普通时的教育状况。规矩好的人较得人疼，规矩歹的人较顾人怨，互人的感觉着天差甲地。早年的社会比较传统、较保守，大家对新妇的管教介严，嘛真有影响力。新妇事事项项顺大家的意，照大家的习惯来做代志。年久月深，为新妇遐，就会使看出大家的办头甲骨势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讲，为一个人的言谈甲举止行动，会当看出伊的家教。若是新妇，就会用你看出大家会做人做事，嘛就是顶缘的作风甲性质，会影响到下一代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